11國殤日，香港多個民間團體舉行聲援1億人退出中共的集會遊行。多位中國大陸、香港及台灣的知名人士在集會上發言，譴責中共政權62年來殘害百姓，反天反地反傳統，並聲援各界民眾支持三退。台灣法輪功人權律師團發言人朱萬吉表示，今年台灣民眾慶祝中華民國建國100年，當地的民主自由法治與中共專制獨裁政權形成強烈對比。目前超過1億中國人三退，顯示解體中共進入另一個歷史高峰。在台灣的我們，在香港的你們，沒有理由遲疑，我們要持續努力。鼓勵更多的大陸同胞抓緊時機，趕快三退。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透過錄音指出，中共罪行累累，退出中共相關組織的活動極具意義。中共呢，到現在呀，沒有認真的檢討自己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。全國呢，應該呀，積極的來捍衛公民的權利。多位民主人士呼籲港人認清中共本質，背後其實就係一小撮人要維護既有共產黨既有佢自己嘅利益，不容外人去侵佔，不容一般小市民去發聲。中共而家嗰個佢嘅腐敗嘅程度、腐爛嘅程度，佢對人民嘅迫害，佢嘅對上天違反天、違反地，佢做一切嘅壞事，比起前蘇聯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天滅中共呢個結局其實都係好明顯，亦都唔會好遠。新唐人記者林秀儀、心靈在香港報道。